如果團體用戶想提交度假營嘅團體預訂申請，可以喺登入賬戶後撳設施，撳團體預訂，進入預訂申請頁面。團體用戶可以揀唔同嘅預訂計劃，撳一般團體預訂計劃，揀度假營，揀度假營，例如麥理浩夫人度假村，揀定營類別，輸入人數，包括申請人，揀入營同離營嘅日期，撳繼續。團體用戶可以喺一個預訂申請中選擇最多3個申請期，揀入營同離營嘅日期，確認人數，包括申請人，撳搜尋。團體用戶可以揀月曆上嘅日期，如果有需要，可以揀喺咪需要交通安排，輸入入營人數及資格，確認申請人或營有身份，揀申請用途，確認後撳繼續，填寫申請人或聯絡人嘅資料，揀證件類別，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，輸入電話號碼，輸入電郵地址，揀活動負責人數目，團體用戶可按需要提供1至3名活動負責人嘅資料，如上欄嘅申請人或聯絡人係其中1名活動負責人，就唔需要喺此欄再次重複填寫佢嘅資料。填寫活動負責人姓名，揀證件類別，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，輸入電話號碼，撳繼續，核對已填寫嘅申請資料，閱讀並同意聲明，撳提交，係同一個申請時段、設施類型同場地，團體用戶只可以提交一份預訂申請。預訂申請已成功提交，撳返回團體預訂。團體用戶可以撳一般團體預訂計劃，撳度假營，撳查看已提交的申請，搜尋已提交嘅預訂申請，撳申請編號，就可以睇到已提交嘅預訂申請詳情。